来自北门各些学生用上个经济节奏演出，只会为台南大安东百会募集运动的圣诞礼物加开序幕。对这群也在城中发育的囡仔来讲，换鞋的需求大，对偏乡或者是经济困难家庭，嘛是一笔有负担的开销。所以每一档透过善心人数的响应，公益行动已经迈入第17档，嘛互校长相当感佩。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哦。这个不仅是有形的，还会让我们的孩子未来在学习的过程中走得远、飞得高、哦跳得高，让这些活动呢，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呢，可以感受到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心。那相信未来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能力去奉献大家，一样把这爱呢做爱的循环。百会表示，今年目标要在11月23之前，为淡市北门、七股、将军以及花莲秀林乡等20间学校募集300箱全新的运动鞋，能够介绍1箱990块，持续分享爱心。今年还没有做公益的朋友，可以到我们5楼的客服中心来做一个认购哦。那每一位认购的爱心的呢，我们都会有小朋友亲笔手写的卡片来寄给大家。第17届跑吧！台南新闻军籍采访过的。